伫咧300年前，郑成功渡过乌水沟，带兵来甲荷兰人赶走。迄段历史呢，平常时啊，敢若会当出现伫咧课本内面。即马有游戏公司甲这故事变做是倒仔伊，为着要重现迄个时期的感觉，游戏要用全台语来设计。这群人即马咧耍的是全台语的倒仔伊，即届用郑成功拍红毛人做主题，内容结合历史庙宇和满满的台语元素。 这边要哪念？敢袂晓？啊，你查看卖啊。我查看卖。调兵，调兵。若是袂晓讲台语嘛袂要紧，逐张卡片顶面拢有 QR code， 扫一个唔但会当听到地名，佮会当甲你讲历史的故事。传说中的乌水沟是足危险的，643楼一回头。像我迄台语就破烂的，所以我迄内底字我拢无啥物响，迄都摕起来唔知要安怎念，我都。 扫 QR code 问老师，老师就会教我念。因为这是300当前的故事，真侪历史，包括台语的地名，拢是需要经过研究的。这届游戏公司嘛特别邀请语言学者洪伟林先生、台语教授蔡慧民翻译，甲台语主播郑家豪来做录音，希望会当甲上正确的台语传播出去。伫咧台语的倒仔伊的这个市场来讲，其实是差不多伫这几档才开始有。所以我感觉这边这个郑成功的这个倒仔伊的这个部分，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势啊，而且是一个我感觉是一个真创新的想法。阮考究就侪物件，历史、地理，啊，台语的就拼音就拢爱就精细。 为着要互耍倒仔伊的民众感受300当前生命为台湾战斗的决心，这届游戏嘛以跋杯求神的方式来决定生死，延续台湾人有败有保庇的精神。记者戴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